你想怎樣？主持老師周鵬。物理治療其中一種嘅常用方法有水中運動治療，佢可以降低肌肉張力，增加關節活動度，強化肌力，增強肌耐力，改善呼吸循環功能，改善平衡協調能力等等。休息翻嚟呢，我哋繼續講我哋今日嘅主題，如何成為一位嘅物理治療師。咁有一位嘅中六嘅同學阿依玲呢，佢就希望加入呢個行業啦。咁希望佢勤力啲讀書。咁因為我知道呢，要喺 Poly 即係理工大學入到呢個系呢，即係學阿老師話齋，冇 A 冇 B 都唔輪到你去揀，仲要個學額都唔係話真係咁多啊，老師。係啊，同埋咧你平均要 B 咯，咁你15分平均要 B 先入到咯，咁幾難嘅，因為早幾日啦放咗榜啦，就話攞 A 嘅人咧，如果攞3個 A 嘅人都係得個100零人咁啊，攞2個 A 有600幾人咁。但有人攞6個 A 咯，有六個 A 啊，有4個，咁3男1女聽講就係。我都唔知考6科嚟做乜，考5科都想死嘅，出去考6科。咁你考5科都係得嗰17個人可以攞到 A 啫嘛，咁你話幾難咧？你唔係。即係你唔係考到前嗰1000名或者1000零名咧，你都幾難入嘅。即係全港有成差唔多3萬幾嘅高考生，你要考到即係頭嗰3至5%，你先有機會。同嗰啲熱門科嚟㗎嘛。係咁，所以今日啦就讀醫生係1%添，咁就係咯。咁所以今日揾嚟阿陳啟泰，一位我哋嘅朋友啦，咁一位好資深嘅物理治療師。好啊，依玲，咁你有啲咩繼續想問下啟泰嘅咧？我想問下陳啟泰先生咧，咁佢做咗物理治療師都10年啦，佢喺呢段期間有冇接過一啲可能看似係冇乜可能醫得好嘅，但係最後都成功咗嘅例子案例，一啲奇蹟嘅咧？奇蹟，但係咧其實咧一定會有啲咁嘅例子嘅，有好多病或者佢已經係尋遍咗好多醫生啊，或者唔同嘅方法去到醫唔好，咁最後嚟到你手上好返，咁啲例子當然會有啦。咁但係又唔好睇作咁神奇嘅，好多人都覺得呢啲係啲醫學奇蹟。咁我想帶出就係其實身體好奇妙嘅，有啲病咧又係你永遠係意料之外。就正如調翻轉咁諗啊，有陣時一個人睇落好似好健康，跟住但係佢可能係突然之間患上某啲病。調翻轉咧，有一啲病咧醫學上邊又以為佢會醫唔好，或者佢應該冇好得咁快，佢突然間會好得好快。咁其實我會睇作咧，其實人體好多時候都係咁嘅。咁作為一個醫者啦，無論你係中醫、西醫、鐵打定物理治療師都好咧，你經常都會遇到咁樣嘅情況。咁就唔好太過誇張，或者係覺得呢件事太過神奇而去，或者係覺得個功勞一定係你啦。又或者坊間將呢件事情睇得太過奇蹟嘅話咧，亦都會令人哋會對一啲可能啲神醫啊，或者一啲古靈精怪嘅醫術咧有啲迷思，咁都唔係咁理想咯。咁所以我會話俾你聽，經常會出現嘅一啲病人有一啲好好嘅轉變，呢個好開心嘅，但係唔好覺得佢一定係奇蹟。大學嘅資料入邊，其實喺物理治療呢一科咧，只係要求中英兩科合格嘅啫，並唔係而家所見嘅15點幾分咁高啦要求。同埋任何一科係嘅 A level 科目咧，都係可以入呢一個科嘅 basic requirement 嚟嘅。咁你認為喺中學嘅科目入邊，邊一科係最主要對呢一個物理治療學系係有一個關係啊，或者有幫助嘅咧？係咪物理咧嚇？有一個物理兩個字嘅喎，定係生物啊？生物會多啲。我細個就好中意 biology， 係啊。反而咧 physics 真係裏邊嘅嗰啲嘅學咗嘅，譬如嗰啲嘅 formula 啊嗰啲就未必一定用得着。biology 我諗會係啦。如果你從嗰個知識上邊去諗咧，我諗生物會好啲。但係我都知道讀 A level 咧就會係分主要理科咧就會係分生物學啦，又或者係所謂嘅純數嘛 pure maths 嘛。咁當年我哋好多同學其實都唔係一定係讀 biology 嘅，即係唔係讀生物嘅，佢係讀純數上去㗎，咁冇問題嘅。不過第一年呢可能會辛苦少少，因為你需要上翻好多關於即係上堂嘅時候留心啲啦，讀 biology 嘅嘢可能翻屋企要溫書溫多啲啦，去追翻咯。但反而我覺得係咪一定要有呢方面啊？唔一定嘅，嗰個邏輯思維緊要啲。所以你哋讀數學嘅，你係讀數學㗎嘛？讀數學咧好重要㗎，因為訓練你個 reasoning，所謂嘅邏輯思維咧係好幫助你將來咧去到判證，即係去斷證嘅時候咧，成個老師教我哋㗎。作為一個物理治療師咧，最重要唔係純粹你對手有幾叻，或者你操作啲儀器有幾純熟，最重要係你去到診斷嘅時候呢個 clinical reasoning， 即係臨床嗰個判斷。其實呢啲嘅訓練呢，唔係喺某一個學科嘅，而喺整體上邊喺讀書嘅時候啦，甚至乎係文理科咧當中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元素。even 你讀中史都好啦，其實你有好多判斷嘅思維喺裏邊噶嘛。讀數學更加會有好多邏輯思維啦，呢啲都好用得着噶。我係唔一定係讀理科嘅先可以揀呢個學系，讀文科嘅都可以。好似你話我聽個 basic requirement
requirement 冇要求，咁但係冇錯。不過當然啦，讀嘅時候可能會辛苦啲，因為有好多關於一專有名詞啊，係的而且確係生物學啊、化學啊呢啲嘅專有名詞咧。如果你係純粹係文科，由細到大都係讀文科出身嘅話咧，可能就係會比較吃力咯嚇。係，不過我就建議啦，即係譬如新334新高中啦，咁啊啲同學真係想從事即係物理治療或者讀呢個系咧，其實真係等譬如理工大學開放日嘅時候，真係話我係新學制喎，咁你咪問嗰啲老師啊、教授啊，喂個收生條件係咩？即係但係個問題咧，可能啲教授啊、嗰啲老師咧，可能都未知喎，因為睇情況啊嘛。係睇情況咯，唔係永遠都係最高分嗰扎咯。我諗咧就即係文商理科冇乜所謂，即係最緊要就係好似有思維邏輯先啦。我諗大學收生都應該係咁嘅，特別係即係物理治療呢一科，隨時要面試添啊，都唔知使唔使添。使唔使面試㗎嗰陣時？當其時有某啲會係需要面試嘅，的而且確有嚇。係咯。我有聽聞咗做物理治療師咧，臨考試期間或者係平時嘅研習咧，都會揾你一啲過咗身嘅屍體，為你哋做一個複習啦，或者係一個研究嘅。咁唔知你喺第一次接觸嘅時候，有啲乜嘢嘅感受啊、感覺啊，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嘅難忘經歷呢？我哋讀大學嘅時候，第一年呢，有一個科目叫做人體解剖學。其實解剖學咧，即係結構學。簡單嚟到講咧，你要讀晒全個人身體裏邊嘅結構嘅構造啦。咁喺大學裏邊呢，係有一個嘅實驗室，裏邊就係擺放咗你所謂嘅一啲嘅屍體。不過老師咧第一天就已經教咗我哋，嗱，我哋唔好稱呼嗰啲做屍體，嗰啲其實叫標本，因為咧已經咧係解剖好咗啦。一入到去係一間冷氣房嚟㗎，非常之凍㗎。咁你知道，因為要保護嗰啲屍體㗎，咁所以咧但係亦都係張床上邊，咁呢啲嘅標本瞓咗喺上邊，就有個白布咁冚住咯。咁第一次去到嘅時候，當然好緊張啦，亦都陣味會好大啦。咁慢慢都會習慣咗嘅。咁其實佢哋已經係解剖好咗唔同身體嘅層次，喺唔同嘅我哋所謂嘅唔同嘅 station、唔同嘅台面上面俾我哋去學習。咁成個學期呢，基本上每個星期都需要去嗰度上堂，亦都可以用自己自修嘅時間呢，喺其他時候呢去嗰度呢繼續去進修。晚黑嘅時候都可以。咁亦都我知道近年呢，亦都會係每兩個同學作為一組啦，咁學校咧就會俾一副嘅骨頭佢哋帶翻去，即係共處半個學期嚇。即係拎翻屋企。可以㗎，咁但係咧，我知道啲師弟師母話我聽咧，就唔係個個肯拎翻屋企嘅，有啲人都幾避忌嘅。即係擺喺床頭啊，係啦，就會避忌嘅。咁所以佢哋唔拎翻屋企咧，就會擺喺邊咧？就擺翻喺你哋lock 係啦，宿舍啦，又或者係大學嘅 locker 裏邊。係啊，咁每兩個 locker 真係大學 locker 就係嗰副骨頭。咁但係帶翻屋企嗰啲其實已經係骨頭嚟㗎啦。真真正正人體解剖仲有好多器官啊、肌肉啊、神經線嗰啲咧，通常都要去實驗室裏邊去到上堂嘅。俾你拎翻屋企研習嘅咧，都係已經拆好晒。係我哋個骷髏骨頭，不過分開咗，咁樣個袋袋住，咁你可以長期擺喺個 locker 度，得閒攞出嚟咧就研究一下，或者係溫下書啊。記咁多肌肉組織同埋骨頭，咁都記憶力都有翻咁上下喎。呢個係我哋基本要求嚟㗎，所以係第一年嘅第一個學期，解剖學、結構學咧係我哋必修，同埋我哋對於人體嘅肌肉啦、骨頭啦同埋神經系統咧相當熟悉，就係主要就係因為第一個學期呢個基礎咯。你嗰陣時有冇啲同學咧，因為呢一科頂唔順退學㗎？因為呢個科係啦，頂唔順。我諗未必因為係呢一個解剖學啦，不過因為整體上邊覺得自己唔適合嘅而退學嘅，通常喺第一年之後都會出現有個別嘅同學，基於我頭先所講嘅啲某啲原因都會有嘅。係，但我知道你哋要每年嘅即係寒假咧，即係放聖誕新年啊、暑假咧冇得放假喎，要去實習喎，會唔會因為呢啲原因而退學咧？有呢個你講得好啱，頂唔順喎，因為嗰個嘅上課時數啊，呢啲嘅辛苦啊，咁會係有影響。事實上我哋個但係冇醫生咁辛苦嘅應該。我諗都會係差唔多，因為佢哋有5年時間，我哋咁3年嘅時間，但係嗰個課程其實係多於3年嘅，咁所以將多於3年嘅課程嘅時數咧計埋實習擺埋一齊嘅話，變咗同學每一個星期嘅上課嘅時間會多啲，同埋咧所謂嘅一啲長嘅假期啦，譬如話暑假，譬如所謂大學生嘅一個學期與學期之間嘅 semester 嘅 break 啊，通常我哋都會冇咗嘅，因為咧就去醫院做嘢。一般人都係會喺創傷之後先去揾一個物理治療師去幫助治療啊。咁其實物理治療師係咪淨係會包括
一個人喺創傷之後先提供嘅協助，定係有其他嘅工作？有冇預防嘅咧？絕對有，絕對有。物理治療都有預防啊，應該有嘅預防。唔係㗎，嗱，我哋好多時候咧喺即係所謂而家嗰啲頸筋膊痛，全部係辦公室裏邊會遇到嘅問題，好多都可以預防嘅。醒幾招嚟啊，啟泰。冇問題啊，你係咪想而家學啊？你簡單要講幾句，睇下啲聽眾領唔領會到。聽下20之前咧都想問過我個問題，就係話，譬如成日都係對電腦，尤其是你成日玩電腦咧，就頸筋膊痛。咁好多病人都問呢個問題啦，做啲咩預防運動可以避免個頸出現問題咧？咁好多時候我都會話俾大家聽，做頸嘅運動咧唔使好多花巧㗎。其實頸咧最大問題就係成日梗咗一個姿勢對住個電腦個熒光幕，只要你唔俾佢停落嚟同一個姿勢咧，個問題就少好多。咁我哋希望咧病人能夠每20分鐘，無論你做緊啲乜嘢咧，都停一停先，然之後好簡單咁轉下膊頭。咁轉膊頭我哋咧有兩個方向，一係就向前，一係向後啦。依玲你可以試下咧，將兩個膊頭向後轉，打圈，係啊，打圈向後轉，兩邊一齊動作誇張啲同大啲。其實只需要轉10個圈就夠噶啦。轉10個圈其實花你20秒左右啫嘛。但係咁樣已經可以放鬆晒成個肩頸肌肉，咁令到咧你之前嗰20分鐘哇好投入好忘我咁工作嘅壓力啊，肌肉同埋關節嘅壓力咧可以暫時緩解一下先，然之後先繼續工作。咁於是乎佢累積嘅壓力咪唔會一路咁樣冇停咯。咁先至係我哋真正預防頸痛嘅最徹底嘅辦法，而唔係話8個鐘頭、10個鐘頭不斷做完翻屋企咧諗下做乜嘢運動可以有幫助咧。其實你嗰陣時翻到屋企咧，你做乜嘢運動，你做1000下咧都冇用噶啦。完全明白晒，相信咧聽眾都有嘢落到袋啦。咁啊，最後我問一條問題啊，啟泰，喂，如果啲同學真係想讀呢個物理治療系或者從事即係相關工作咧，你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？而家係咪要好勤力去讀書啊？A level 考幾條 A 啊？當然以修身嘅角度嚟睇咧就要啦。不過我諗不如咧就了解多啲自己啦，因為咧中6、中7嘅時候咧可能有第一個機會就係去聽下呢個嘅 Open Day 所謂嘅大學嘅招收了解嘅。即係要去㗎呢啲係。我諗一定要啦，因為咧如果唔係咧，你永遠就係喺想像當中嘅一個物理治療師，就正如我哋成日想像律師係點啊，醫生係點，都係睇下電視劇啊咁樣，好多未必係真㗎喎。教壞細路啊嗰啲。除咗聽呢個節目可以知道多啲各行各業嘅真相之外咧，咁我諗去大學裏邊聽下嘅開放日啦。再者咧，如果再早啲開始籌備，你可以好多機會咧去到做一啲義工，去接觸唔同嘅行業嘅物理治療師，經常都會出現喺好多唔同嘅社區嘅活動上邊噶嘛。老人中心嗰啲老人中心嘅活動啊、講座啊、健康日啊，或者你自己去醫院去碰一碰，睇下醫院嗰啲病人資源中心等等有冇啲有物理治療師一齊做嘅，咁你可以親自了解佢哋嘅工作性質，或者認識多幾個物理治療師嘅哥哥姐姐，傾下偈做下朋友。咁啊早啲開始籌備，唔好等到中6、中7先至去認識。咁你會了解多幾年，有幾年時間去了解，先至決定自己究竟係唔係應該去投身呢個行列，或者係相關嘅醫護行業咯。因為唔係每個人都係適合嘅。明白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咧唔該晒阿陳啟泰啦。咁啊另外咧亦都唔該晒啊呢個中6嘅同學阿依玲。咁啊如果各位咧對呢個物理治療師咧有任何問題咧，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881